那么模糊。他来的4次，前面4次都是他运气不好。看两把运气好嘛？运气好嘛？看下总战锋，给分数。你打啥？双百多两单，金钱有比高嘛？有啊，Tiki 名 TC 名，有进步。印人进步。往年应该是 Tiki 名，根据你自己推测。有自信。老年倒立腿，老年冲下来。有请朋友大家好啊，王叔啊。来，今天大家好。好了，也有来到呢流行歌曲组的爆米争霸赛。目前呢，B 面在蔓延呢。年鉴 V5。第5关吗？你比5是第5关。5是什么？嗨，第5关。恭喜！第6都不爱用啊，第1关。对。第1关，第3关。对。但是就是因为他第5关了，所以俺家礼拜哈，有你就躲唔掉嘞。有一位长生朋友，他就是吃到毛痛，生气、恨加嫉妒这样。年鉴比都抽从你5关嘞，他忙懂啊。没有啦，人家实力很好。开玩笑啦，基本动厉害啦。那个主要那个乜嘢？也有停，有其他规划。所以佢吃东方去来那节目比赛，係一避動球嘅啦，佢也有其他想法，可以發展另外一方面那個。比如講，佢變到已是7歲嘛。對。可能差唔多都好過上億啦。過上億啦。唔會變。好啦，反正係有機會發呀分享轉來呢節目當中比賽哈，係啊。好，比賽之前呢，介紹下呢評審先生啊。好，歡迎尤少奇先生、王丕書先生、王奕煥先生、陳碧儀先生。今日有新的參賽兩位哦，兩位新的參賽朋友。好，來，有請 TV 來自桃園中啦，陳宗發帶來《誰沒安將》。哎呦，來彈歌啦，來。谁无会暗将手掌给伊击发，拍拍的那次，风风的吹水，无处也无讲法。谁无会暗将，谁无会暗将，酸果的没有淡化。标准的身材，甜蜜的笑容，食材也变人声。来送的诗文又飘送，爱难莫藏。谁莫会暗将，谁莫会暗将，就唱给伊记发。拍拍的那次，风风的吹水，无处也无讲法。谁莫会暗将，谁莫会暗将，酸果的没有淡化。标准的身材，甜蜜的笑容，食材也变人声。风花又给也来砸，谁莫会暗将爱马杀？来送的诗文又飘送，爱难莫藏。郭大哥好。也聽出係嘅唔嘅粉絲嘅創作強運動同安將，誰會安將？就將你一發。
很凶。哎呦，我刚看到，纯音，我刚刚看到，好像我站在台上唱歌一样，复制贴哎呀，上。复制贴上。你还没给他罗达是粉丝？偶像，哦，给偶是像哦。很好，你把我当做你的偶像，真的哦是其中之一还是？从为一个从小时候开始就听到那个罗大的歌，打从你有意识的时候，哎嘛，娘胎底不度，哎，就唐老师喊 C 时节，喊 C 时节，就把我视为偶像，真那个啊，有样啊，来同讲一下，来，西施谁啊？西施唔谁，他用差不多啦，C 时节差唔多讲过，C 出头嘛。安尼佢兼爱心意思，对，来所以，哎呀，对啊，所以我出道的时候，他刚好大概5岁吧，差不多，就所以5岁的时候就在家里电视就看着我。曾经是对你爱有没有？那我的歌你应该很多都懂说吧？都蛮熟的啊。哦，真的哦。比如说，哦，比如唱一首嘛。好，走的啦。比如啊，情茫茫茫到千机，醒来看无在身边，窗外小雨也替你哭归暝。情茫茫茫到千机，醒来一切是过去，想看卖爱我有啥意？正嘅啲粉丝呢，给他准音还有个滚头，应该比也都嘟好。对，真的哈，就是有那个样子哈。很期待罗大哥开演唱会，我也很想啊，但是开演唱会我有去啊，哪一个？松柏有楼，北流嗰邊啊，北流啊，北流你有去啊？你好，北流嗰邊有意啊？來太太有樓哦，没有意哦，有，哇，这太感谢了。我上次是碰到一个粉丝啦，他说他买的票他没去，我说你没去的原因是因为他们那边做庙会，一款庙会哦，对，然后那个庙会比我的演唱会还重要哦，要先拜神啊，对啊，所以哦就某，不过之前有买票的啊，哎呦，谢谢，感谢罗大哥，你看你都可以啦，你两边酸之前，罗大我会绕人去听的演唱会，我如果以后万一我去演出或者什么，我声音状况不好的时候，幕后代唱，没有问题，我的荣幸，当然是我的荣幸了，只要罗大哥愿意的话，那这个哈，等下这个电话给我。他连那个时间都对得好准，掐得好准哦，哎，参扣都算懂准。他连那个 C 曼讲最后尾音我都会拉很长，他也都拉很长。愛愛唔愛差，我都会拉很长这样子，好像感觉很气很足的。哎呀，他也在学我。冲哎。这就是粉丝嘛，要一模一样，对吗？冲都紅喎，懂咪拖，嚟，請姚小琪先生公平一下。哦，好，中華哈，第一杯湯喺那邊，其他那邊沖哈，這個上30年前才有彈歌啦，用羅哥嘅動唱啦，動唱，嘅感覺動唱，你實力哈跟做好羅歌嘅哈。好多歌嘅實力吼，拿來創一下歌曲吼，感覺無馬強樣吼，咁嗰有幾條我攏提倡一下，仲有客家詩嘅發音嘛，他們有6、7隻詩發音無馬錯，咬詩無馬錯吼，聽一點吼，就講，你要創咧高音嘅時節吼，因為好多發弄咧，人客家話發音無馬強樣，就是它聲線的高低不太一樣，哦，有時你在阿伯時節出很用力的時候吼，會壓喉音很重。所以它的頻率就唔會爽，係啲嘛？係啲。喏，還有一點就講，人家全是在高音的時間，而來到高音的時間，好，你要有換氣點。我們換氣點的時候會形成一點，你跟人家推音在啲唱的時間有嘛？哈，你會發現咯，你會比人家音樂較夾，你要律動點就冇嘛對啊。哦，不，你咪越唱我越夾，越唱越夾，好，給唱我動歡喜啦。哦，那實力很好，但是你的律動點呢就冇馬錯了哈。還有最後一點就講，人家做了動作的時間，可能你從那較強爽、較強快的歌曲哈，你那個肢體語言可能要大，動作要大一點。你要蠻講，因為在高音，像羅哥給唱動機來嘛，那高音要維持的部分要冇問題啊，但是你唱高音的時候都要
后背的时间哈，因为数原水忙数转来，那个音会跌下来。哦，它 pitch 不会准，它就上去的时候，所以那个什么西叫诗哈，你多给诗忙多的时间哈，pitch 就掉下来，一个发音音就不准了，就有点跑音了。唐艺人如果爱人感觉，所以他肢体语言可能要部分带动一下。我相信你下一拜成绩会喊得好，好，加油！好，什么欣赏？整体来讲是很棒。那吃到从了以后，好了，来看一下个分数。好，看一下陈宗法嘅分数。好，92.5分，一分数留下來幾率一半。一般，一般，打油。我看後背嘅味吼，係個是，因為後背嘅神味相當厲害。個神準錯咧嘅片咧。而家後背也味都唔點用。冇一天啊，冇一天。你睇唔熟，你上嚟唱嘅歌時，你帶上就硬件。係啊，好多。冇亂講。要 TV。好，什麼呢？順便講錯呵。好了，沙雷雷是頭演兩壇總戰逢大雷魔法圖。啊，魔法圖誒。魔法圖。魔法圖，年老年散步，愛看到心肝錯火，唔係愛嘅步，用魔法圖，自敗當初。老度，一年不的心，莫人切莫人意，莫人原來是苦，一心對你照顧，愛的露水幫你看到太昂酷，怪來怪去，怪愛默默做。莫人切莫人意，莫人原來是苦，一心對你照顧，愛的露水幫你看到係昂酷，怪來怪去，怪愛默默做。鳳跳變白，要見面咧，要見面咧。傳統組有來，流行組有去傳統組，對呀。你做乜嫌佢鳳跳變白？基富卡咧，個龍潭嗰邊賣鳳跳變白，清油麵，一家講清油麵啊。清油麵啊。硬是佢研究嘅就是個一地。跟唔來喺有冇低調嘅來事啊？你啦，創作來啦，慢開點啦。哦，慢開啊！你做嘅安車輪餅。車輪餅。對。哦。絲蟲地波度嗎？對。哦，那隻絲蟲。龍潭絲蟲。龍潭絲蟲。賣叫嘅嗱。啊。牙拉賣啦，差唔多15年有嘅咧。哦。酸老店嘅。係傳承嗎？沒。你還自己賣啊？全是店賣。天然學嘅。哦，牙拉賣，按他們為天數啊？對。上來去拿了試聽啊。你就去拿嚟食啦。你做副技師做抄嘅啦。對。同佢吃一下面試，佢可以做得嘛？對。一買唔得咧，就拿嚟食做抄嘅。唔會啦，生意當貨啊，對。網購咧，網紅咧，網紅咧。會欠啊！佢每一擺都同人講清油麵嘅。當油麵。佢啲餅都是唔多咧。哎呦！一擺我 T4擺來啊。T4我都要訂機啊的。我 T4擺啲啦。是同來當倒擺咧。哦，跟人我嗰種嘅。向天來進步嘅，叫做冷開啦，又係比賽間 T4 擺啦，
因为佢可以先吼，哎，你都会，佢都会去，其实我大白出去，都去。哎，對，沒有你咧新竹嘅桃園咧，全部會。咩啊？人唔記得，人啊唔記得去啊。哦，叫無來人啊唔記得去啊。唔會啦，人上到愛鐵樹啊，係啊，要帶安尼摸嘅，係，萬一出門會帶樣摸嘅。哦，我先生講哦，要冇法度哦，一定要創到有法度。哦，創到一高管咁做得了。期望今日有法度來過關，係嘛？來失敗咧，失敗目標，今日創到以後啊，以後到孫咧。來，向秘書先生講明嚇。總台講以後哈，你好，我係體育班同你重過啦，係。你整見到兩條吼魔法圖，兩條歌曲哈，從到你嘅表情動魔法圖呢，動有畫面啦。你睇嘅歌詞啊，表達嘅我感覺動有感覺。有感情，所以你嘅口氣呢，動清楚。你從那個你從到太陽谷怪來怪去，你馬上就收回來了。哦，怪來怪去就那個口氣，我感覺做到動好啦。不過呢，從歌沒有一些問題係你嘅問題嘅地方，有個時間感覺怪怪。因為你什麼時候呼吸，某個時間會問題會。影響到下一句，就是你的下一句的那種氣息的推進，好，還有一點，我感覺為下口下多份嘅係，你嘅最尾一隻詞啊，從頭會動用力，推太多，好，從個母住唔的心。就是都推太多，我感覺兩個地方，走得下修正一下，可能可以更好的成績。什麼先生？哦，對，他說他來了4次，前面4次都是他運氣不好。讀到比其他，他會衝嘅。啊，看你係咪一強哦？全部咁強哦。被動叫你啊，係嘛？看你係咪運氣好嘛？運氣好嘛？係啊，所以他是有下，他說他下了很多苦功，才今年才。一練西裝來哦。要真幹準的啊，你部隊當空哦。係啊，分數好大哦。係咪？好嚟啊！可以哈。大幕給我修你啊！對。係啊，看下總戰鋒嘅分數。雙百多兩間，南京人雙百幾多？292啊！哎呦，有進步咧啊！有進步咧啊！多得。我強用魔法圖啊！哦，唔怕嗬，慳100分啊！單開其他條改咗對嘛？海鮮啊，等你看。可以先出嚟看。唔可以衝嚟，做唔得啦！做得，繼續。那一片電動，那一片起起來。係咪？唱另外一首的，唱另外一首，其他個會做的，多的，好，我先後人，他一般想我唱馬歌，我講唱嘢先冇人講我哋，咁冇乜嘅挑戰度啊，冇嘛，係啊，喺某一天咯，剛才轉來上看啊，魔法圖嘛，他把唱，他一般選一條冇辦法。無奈何，沒做得咯，看一下到底係個嘅問題啊，人嘅問題。是這樣子，是這樣子哈。反正先這一邊啦。也可以哈。好啦，殺啦。受你羅家元帶來無愛成言狀態。係啊，係咁樣。港島，哎呀，有時候唱歌，我也曾經在舞台上面沒按的過，或是破音啊什麼，我常常。唔過你係講按用嘅法，你就做得。很睇搞錯，哎，你冇辦法。真的。差唔多按用。看我。风风的世界，你无奈情意。
怎么了？你刚刚上台没喝水吗？有你要冲到叫你，呛到，哦，杠到。哦，孙圆圆的翅膀，文圆圆的翅膀，杠到。哎呀，有时候唱歌，我也曾经在舞台上也没按的歌哎。有啊，有吗？你是会吗？是啊，是啊。当然啊。哦，我也曾经啊，或是破音啊什么，我常常。不过你迄讲按用嘅法，你就做得。他搞错，哎，你冇办法。金吧。差唔多按用。糖我。按用一周的啦，係冇？他只搞要衝入一個嘅啊，那就冇拉風啊，係冇？那純粹。他就強用的意思。那萬一我唱一首很冷門的歌呢？對啊。那就冇辦法。對啊。哎。哇。冇辦法，身體有傷是不按用。你不是說唱歌是要找回最初的自己的快樂？初心。對嗎？對嗎？對嗎？對。為什麼你剛剛那麼緊張？按緊張的。你有感冒呀？冇，叫咧。叫了。哎呀，唔怕啦。對，就不節目就是這樣才好看。係啊，係啊。就是哭，盡量哭。沒關係。你看個評審先生會本嘅同情嘅分數冇？啊，冇應該條件啊，衝得以後啦。因為個親明顯個有些有點條冇爽快嘅樣。沒有，我覺得是可能這個老師們定太高了。對，對不對？是不是？你怎麼不講？你有沒有攻擊？對。有點太高了啦。係啊。你是不是從紐約回來還有時差，對不對？有一點是。是不是？啊？你只聽英文，是不是要用英文溝通？哦。我用英文同你講 ，key too high, you know？ 哦 yeah. Low key. Yeah, I understand. Understand, okay? It's your wrong, you know? Yeah. Okay, thank you, Mr. Kiang. 哇，你是不是真的就是去到那邊，然後人家跟你講什麼？就 yeah. Understand. Yeah, I know. Yeah. Yo, bro, yeah. Oh, yeah. 差唔多，做了英文同水戲之前差唔多好。好啦哈。不要難過，老師剛剛有看他們在研究。有啲討論呐，還冇一聽呐，因為條件衝得動好。因為上次中國出來的嘛，對，就沒會上早，嘿，對啊，有上次按用，也係別開按用，嘿，有人頭害啊，也感冒，有上次正因為受到影響。不要難過啊，因為剛剛已經有一個91分，嘿，還有一個91.5的給你，可能算係保底啦，冇一天，先生，冇一天評分啦，來，請易煥先生公平一下。搞完後，我喺貼擺彈兒唱歌，係啊，我到外冇彈過兒嘅嗓，因為你喺比賽都看冇辦法，冇法度啊，就是如果遇到還有個情形破音啊，還係卡到啊，我就冇辦法嘛，但是你第一步腿當紅都到按用嘅問題，你會先穩住自己，對，因為你張底你嘅嗓可能上不去啊，或者是可能沒有辦法像練習的時候唱那麼好的時候，你在衝過嘅動嘅時節就會想，我用乜嘅方法做得去轉變，對。這就是常常說到這個叫要化解，例如說舞台危機，對，懂得嘅表演，懂得嘅歌術，都會遇到嘅問題，對。如果你未來想要一直往這個方向前進的話，你就會去面對，你會請如果我今天選錯歌了，我該怎麼辦？對，如果我今天我嘅真音唱不上去的時候怎麼辦？你每週得去用你嘅假音，可能去慢慢練習，去唱到一些可能剛好介於真音假音中間很尷尬的那個音域。對。那你說歌誒，啱定義做馬會
线廖树狗，应该做得问吗？可以问吗？哦，可以啊。嗯。因为我也是算是从很小就开始唱歌，可是我是最近年纪比较大才开始出来比赛，然后出来比赛之后，唱歌的心情就会跟小时候不太一样，因为比赛就会有压力，有压力，对，就会紧张，就有压力，然后会有一点得失心，就会想要做得好一点，所以就不像小时候不管唱多烂。但是就是很开心，但是也不会管唱的好不好或者什么的，但是就想唱就唱。可是现在就，就会要求自己。对，现在对自己的要求就比较多，然后压力也会比较大，所以唱歌的时候想的就比较不会是我唱这首歌会不会开心，我是现在想唱歌还是素养的问题？对，还是我唱这首歌只是因为我想要得分，我想要赢，对。所以我选这首歌，就是希望以后唱歌，不管是比赛还是什么的，然后就不要太维持你的初心。对，就希望可以就是开心唱歌就好。你刚刚说到一点很重要，就是愛歡喜衝過，快樂衝過。就俾我來比賽嘅時候嘛，T 版沒黑暗用，就是如果忘詞的時候，我就覺得哇。太緊張了，怎麼辦？我可能要被淘汰什麼的。對，但係繼續唱，繼續起啲廖副台嘅時間，我就感覺，如果我不跨過這個問題的話，我就冇辦法繼續衝過誒。但係我真勁動中意衝過誒，故所我會請到我切下嘅粉絲。我們希望你做在請到你這個粉絲去克服它的，就不用太苛求自己。就每一場比賽，每一場經驗，就做在學了一課這樣子，學起來，對，然後慢慢的去調整自己，就會找到自己的方向。這樣。好，陳先生。對，就感覺上你現在還是會有一點拘謹。還是不知道是不是。你喺演邊個？爸爸係羅國立老師，所以表現都很好掉嘅，扮幽默，就感覺你自家本自家壓力，感覺你自己給自己的壓力太大，所以其實你就反正就不用輕鬆，唔過先生講嘅咩係啦，就會有上升你的身體嘅狀況冇安好嘅時間，你就會想講，本來我用嘅冇強用嘅發生嘅語言，你用幫佢轉換佢，本佢做得衝啊下。流利是嘞，他冇咁困難那種，順衝下去，也係經驗嘛。等下爸爸就打電話過來，馬上打電話。對啊。係某一天啦，看分數嘛，對啊，分數看一下。看一下羅家元的分數。好來。對，還在。不，喊出來啦，哈！你哭太早了。阿炳，cái phòng theo炳把咩留下來咧？冇問題。太紅啦！留下來咧啊！你願意紅啊？冇法度變做有法度咧啊！哎呦，下禮拜做他個只變一擺哦，哈！哎，我記得就會講喺舞台當中，聲音冇按講嘅時候想一下，我用慢轉彎一下練一下。對，你把這裡就當做一個很自在的一個地方。嘿，上台就冇人緊張，讓自己更自在一點，不要那麼拘謹。台下多多練習，哈！加油！好 ，OK，回做消息。潛質很好，好彩。哎，冇給爸等下打電話。打電話來，哈，你超麻嘅。哎，好啦，沙來，李小儀帶來改編。哎，等啦。风调雨，永
前了解不过，爱会用心去看。不希望，不看通跟强烈一条路，爱会一直行落去。离别伤痛的故事，爱相信爱还会有一丝勇气。再见面，一个笑容，一个拥抱，爱发现世界已经无穷远。爱唱定歌，唱颂曲谱，踢踢踏踏，踢踢踏踏，一起爱的梦。希望大家。哟，过边。哎呀，又过边啊！今每嘿有喜子嘅李小妹，又较车哦。真紧哦，有哦，你们教练有这下在发嘅运动嘅样片。哦，真的你也真的要改，来摆拍听听。You know, I know。跟朋友子讲，我们打你肯有体健身房么？哦。开始运动完拍照好真嘞，30分钟只走在拍照嘞。哦 ，curve 嗰種係哦，30分鐘嗰種。OK，應該自家去30分鐘好轉。哦，轉嚟健身房反正就是打卡嘅意思就出嚟。對着鏡子拍個照，然後就轉。誰信？還有誰信？至少遊戲啊。係嘛？至少有遊戲啊，至少有去幹嘛？我就看很多人真的就是以前在健身房就看到懂東西，就一直在那邊看手機，然後那邊腳踏車那邊踩。哦，至少有聽通啊。組間休息的時間，走在看手機啊。就是很奇怪，就是我不知道他去那邊就可能就是消耗時間吧。是少動的。係啊，沒可能，至少有遊戲嘛。至少動，有動啊，有動就會改變。嘿，錯。好吧，好，來，衝題嚟。好，衝題嚟搶 V 欣賞嘅公平哈。所以，我知道一條歌，我當喜歡伊唱嘅版本啊，一開始我當喜歡伊用麥克嘅起理，伊用嘅起理本嘅音色有一些無像嘅空虛嘅感覺，應該也有可能係伊係表演嘅一條歌較有啲戲劇嘅感覺非常適合你還有另外就是你愛去到富國嘅地方之前，藍色嘅天又在眼前，改片嘅高音，你嘅音色，處理得當好，我也當喜歡，就本了富國嘅高潮的地方帶起來。那另外，我當喜歡另外嘅地方係你去到。有一個較慢嘅地方 ，retard 嘅地方，唔希望，唔可能的。改片你無停電，雖然無停電鋼琴按 beat， 唔過我知道也就是一個表示你一下動慢、動輕鬆都嘅唱一條歌。我知道你動困難嘅歌本你唱到就真勁動好。我說這個動感痛，還有就係佢最尾上嘅滴滴答答滴滴答答，你就係真正有創入呀歌曲嘅美思，還有自家嘅風格，我本意當高分，當好彈。請米記糖都充電，我本意當高分。聽到他都滴滴答答，很難衝啊！滴滴答答。我想要衝個扮演歌。好了，好，看下李秀儀嘅分數。等下又會下來。這首歌真的今天唱得真好。有運動是不是肺活量有差？有要這樣，噓，是這哦。去健身完隔天練唱都特別好聽。對啊，你不要再去半個小時，你至少要1個半小時。有啦，又發簽有差呀。又發簽了，又發簽了，又發簽請教練啊。對呀，好不好？大家一起運動，加油！加油！好，來，回做休息。沙雷，眼睛味道嚟懂無限。好，來躺寬啦。
个林天公咧喊嘛去水面冲，错案不爱写个高喊地个啦啦啦，又记到结局是做唔理嘅世事，20、20、30、40全部千千条条，一下个西欧要咧，一下爱去工业行行，有时爱找新上班，按不跳表人，人生老因我无按改分开。 总讲袂负干负干，情愿爱动无干，爱动无干，去多干无干散。啊哦，时间进来进唔来，来世上做得康康松鱼干，实在动无干，爱动无干，晓得爱拥抱，爱上爱漂亮。 高水老街老三八，也该四叉离开。做个林天公咧喊人去水面冲，错案不爱写个高喊地界啦啦啦，又记到结局是做唔理嘅世事，20、20、30、40全部千千条条，一下个西欧要咧，一下爱去工业行行，有时爱找新上班，按不跳表人，人生老因我无按改分开，总讲袂负干负干。 情愿爱动无干，爱动无干，去多看无干散。啊哦，时间进来进唔来，来世上做得康康松鱼干，实在动无干，爱动无干，唔晓得爱拥抱，爱上爱漂亮，高水老街落山吧。 也该四叉离开，无干无干，爱动无干，无干无干，总讲袂负干负干，情愿爱动无干，爱动无干，是多喊无干散，啊哦，时间进来进唔来，来世上做得康康松鱼。 实在动无干，爱动无干，唔晓得爱拥抱，爱上爱漂亮，高水老街老三八，也该四叉离开。 哎呦，冲人家躺下冲过，有没有？游刃有余啦，哎呀呀，哎，真的嘞，你从张口试就会个定点有没有1点2点那种？对啊，2点用 kilo 你啊，真的，哎，好呀，嚯，好自在哦，哎，去给他躺下冲过，无量自在的那种感觉，哎冇哎，嘉允就要用2种感觉，有吗？对，对啊，嘉允要学一下，旁若无人2种感觉，哈。 就是管他去死，不是，就管他死的阿妈。冇其他人啊，就冲下狗哎，动听啊用，这种感觉。记住那种感觉。哎，给你加油哦，系冇？也还会毛遂自荐，系哦，好冲过，系哦，虎口嘅片啊，系啊。我们虎口人啊，系虎口，虎口人，是看到有个 Facebook 有推播广告，啊是有音乐教室，在真唱客家歌，对，然后我就想说，哎。 因为它里面内容是写那个富口给风景啊、风土民情，对，然后想说你去踢馆，没有啦，我是想说，因为他真唱嘛，就是希望传承。毛遂自荐啊，自家去录案用，系嘛？啊，后来就请的哦。有啊，厉害的录音的。哦，啊，你有冇个搞啊？创作歌曲啊，cover 的，创作那边的老师创作的歌曲。啊，我一定那片糖豆。 他们应该他会上到 YouTube 哦，然后还有一些 Facebook。哎呦，你编奏有几个还作品呢？系冇？演聪人，所以你那这边呢，你这边抢走几个地下歌手。唔系啦，佢係一個音樂教師啊，教師伫北都。
哦，可能有许多油腔呀嘛，该要写个介绍几篇的歌诶，啊，其就有关于虎口的歌。虎口这篇。哦，所以也是没有唱酬的。没有，是完全义务驻唱的。哦，懂我啊。可能去。會唔會喊白迄個虎口嗰邊聊，有到一個機關團體去談得到人家故事？希望相對來講，小體欣賞公平哈。好，建偉哈，人家五官呐哈，除了這片哈，這個經驗蠻多啊哈。那個以前提白唐你唱歌，我就發現就是你這個聲音唱得非常好。哦，對人家客家歌或者上仙啊，吼，真嘅用其他歌手冇嘛強用。你去按到經驗以後啊，哈，經驗了所講啊，感覺這個。就人家實力來講，這音準、音點那部分啊，全部冇問題啊。但係呢，就是除了給寶座當 boy， 要注意幾條點，就是你要突破，你的律動都不對。第二個就講，人家老師啦、pitch 啦、音準還都可以，對不對？你想一展現哈，那個老師的拍子都已經跟不到你了，吉他都快彈不下去了。所以沒講人家速度拍子的不對，而是你律動點搶太快了。如果剛是講你要是在演唱會哈，然後有不一樣的詮釋表現，但是在比賽過程當中哈，可能練一點嘛，阿弟會哈胎，所以你要把那個位置做好之後，你可能要有規劃，你選的歌曲對你來講，你預計可以得幾分？這個部分對一個這個擂台組是必須要先做的規劃。哦，但是某一方，萬一後面有幾關，最後一關的時候，你選一個某嘛適合人家歌曲誒，你展現得不好的話，又掉落神壇的時候，這對我們評審來講，對你來講都是非常大的一個損失。好，給你一個小小的建議，好，加油。好，子姐，好，今天可能有點嗨過頭了，嗨過頭了，要不然他後期的那個 beat 都很準的，今天嗨過頭了啊！來，先唱休息啊！好來，忘了你了，你用做啥用？對不起啦。哦，強阿來看分數啦，佢兩啥就一堆嘅啊！係咪？好來。哦，強阿來看原件比嘅分數。之前有來過比賽啊？8年前有來過。8年前有印象嗎？係冇嘛，因為講9年。唔來比有一球嘛？真唔來都落嘅。早份講一句，真唔來都落嘅。真唔來就落嚟。係啊，對啊，真唔來冇機會喎，對嘛？落唔可以行嘅吧？你行咗去衝就夾夾來比賽啊？剛啊，個製作單位個製作人講，講因為唔愛唱平板嘛，係咪？但是你如果唱到嗰個山歌之一，係啊，係唔嘛？哦，冇啦，冇音樂充埋都冇查。冇音樂。咁阿來看原件比嘅分數。嚟。哦喲，漂亮啊！安陽就槍勢抽送避免在波比，強勇冠，強勇件比。也來到傳統組嘅波比爭霸賽，目前避免在兩關呢，有停住。兩關，恭喜啊！恭喜啊！哎呀，上下幾下擺啊咧！幾下擺好來啊，個今日因為阿陣他個報告呀，那個陳立門先生啊，本來還呢在那個比賽當中，但是因為叫目前身體。較無安好，好保養好，張出來比賽。係啦，誒節目係繼續要開，只會繼續等呀。保養好張來。好啦，啊比賽之前嚟介紹呢金牌評審團。好，歡迎蒼永庭先生、曾明珠先生、魏生瓊先生、陳秀峰先生。
欣赏好。麻烦 CV 欣赏了哈。好，一位参赛朋友，来自屏东的虫子吴秀雄带来评判。好，来谈话啦。屏东的，哎呦，难得啦，难得的，係咪？係啊，你之前有來過比賽啊？8年前有來過。8年前有印象嗎？係冇嘛㗎，因為香港年，來比有一球嘛？真唔來得到嘅。係啊，唔怎樣講嘢，叫人真唔來得到嘅。真唔來就落嚟。係啊，對啊，真唔來冇機會喎，對嘛？落唔可以行嘅吧？你行咗去衝就夾夾來比賽啊！就像我建議呢個帶同下個傳出一個意大利料哈，我都想給我一個感觸就是認真的唔可以行嘅時間哈，唔可以行嘅走嘅時間夾做吹料啦，你要穿到嘅錢，要冇耐法，比如唔清啊，沒啦，這個你做得法幾萬元呢，10萬元呢，同親戚朋友，冇做兩公婆，冇做家族。強下吹料，咩有強同嘅回憶係嘛？個心情真係當好。來倆比賽咩？就回憶雖然講有些演啊，講實在話。有演得位啦，但是就反正就會個快樂嘛，延伸出來的嘛，對吧？隔8年又來咧，你還有當見種新的棚吼，唔是來過吼。唔是來過，剛啊個製作單位個製作人講，講因為唔愛創平板嘛，係咪？但是你如果創到個呢《三國志一》，係啊，沒有下音樂，講係創唔創？哦，冇啦，冇音樂創嘛都冇差。冇音樂，但是人家創對啊。對啊，係啊，當有後堂啊，係啊，後堂咧，魔術都有自己嘅詛咒。冇辦法啦，冇辦法啦。創題嚟，厲害，按創題人做嚟唐先生講。請高東先生講明一下。因為秀雄設計創業平板哦，創來算相當嘅好啦。因為這個聲音，過幾個幹路，佢都好出力，咬絲各方面也相當好。假使因為啱啲啦，嗬，佢對南部來嘛，嗬，而家也講平講西演，有分南西演同北西演嘛，嗬，啲嘅大家有時嘅發音冇乜重樣，不過安尼聽起來佢幾下還算詩章強言嗬，也都講伊個假使一讀，那就會做得來建議嘅嗬。就係話拍
拍，继续拍四创来较无安个安尼。还有记住阿哥按好，继续使那个韵脚吼，做得加油的位啦吼，冇问题啦，以后。以後加油！哎呦，以後冇這個客氣講。係啊，不用輕鬆，不用輕鬆。好，來看一下佢嘅分數。好，看一下吳秋祥嘅分數。哎呦，哎92.5分。哎呀，分數做得，一組的咯，一組的咯。留下來記啲動態啦。係啊，冇問題，冇問題。啊，恭喜哦！可以哈。恭喜，安子先。秋祥子，不用輕鬆來衝水了啊。好嚟，好，沙來，黃美琴帶來3個字。我嚟彈過啦嚇。米田調假羊，調假羊，係啊，兩時候，咪也算退休嘅啦，還有冇做咪係啊，工廠也熟悉啦，成年啊樣係冇，係啊，做到七家會做啊，你有咩厲害呢？做起來會做動厲害啊，我搶人工咩冇咁簡單啊，係冇。哎呀，家具工真係呀，嘅經濟要動態啦。係啊係啊，你阿明路當空啊，一鍵下單，一鍵下單，啊冇做唔講個嘛 IKEA 嘅東邊。以前有夢想啊，想要出去撩啊。哦，還有上個世界，環遊世界係嘛？哦，蠻愛撩。有家庭責任哦。夢想沒有實現，實現。時間還來得及，你現在還能走能跑，能走。倆做得意啊！倆下咩能講？唔講拳拿到做得意咧。有啥太誒路誒？有老人家，因為希望嘛，有家種比很錯。啊，冇，比如講唔係嗰時講，屯家老公去撩啊，老人家。撩建議咧啊。老人家講，比如講兄弟姊妹照顧照顧一下。國內做得啦，你照通又咩做唔得。還好啊，唔像我咩講，我妹妹強啊係啦。係啊。但是我上擺去意大利，我咩請阿哥來屋卡平安。我媽媽皮什麼的？係啊，建議嚟做得啦。當時我去啊，唔過就上咗做，就去。冇買就得。哦，不過你也當歸。最近嚟稱嘅當歸。個飛機嘅油錢變貴嘅，係啊。成本增加。我知道有一種想法，係心動就要馬上行動。冇錯，真係。好，來，創出嚟，請民主欣賞公平一下。好嘞。好，美琴小姐哈，讓開始彈唱的時間，我認為你嘅視障強人，但是你要注意最尾一句哈，是在嘅老師係人民唱到詩人，哈，兩隻詩係容易哈，係親難啊，可能唱緊張咧。
吼，毛少年应该冇問題人出嘅啦，因為情況好啊，吼，什麼先生？唱到真好，嗱吼，就可惜咬絲出問題咧，吼，真難救咧。哇！但是係咧，再接再厲啦，還擺還有機會，嚇，按呢個上面，吼，繼續加油啦，好嘛？什麼先生？什麼先生？神仙也難救呀！真的哦，唱錯歌詞。根本我可能96分，13扣1分，咩還有？嗱，張上講佢迄個關就做得意料咧啊！哎呀，迄個無個關就直接意料咧啦。直接最高。反正這唔得。哎呦，我媽真的。冇啦嘛，真係行了行寬啦。係啦係啦。來，看一下分數啦。好，看一下黃美琴嘅分數。好嘞。90點分。對，冇辦法出國了哦。咩台灣當到好了的地方啊。有啦。建議就做呢類嘅。大部分做得。係啊，建議咧一兩日咧，安尼去行啊、聊聊啊，心情要較好、較快。有樣。係啊，哦，有閒注意聊啦，哈，按住這，先嘅可以哈。好，來殺落。殺落11-3到6-3個。好嘞，彈個啦。你會有什麼夢想嗎？就跟人一樣環遊世界？不會嗎？我想要動多嘅錢。但是有時候無欲則剛，你反而覺得你不想要的時候，錢就一直來。哦，你講唔嘛？你講唔喏？啊？你講唔知㗎？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對不對？你有時候對，都兩種境界了。你就每天就是對着天，哦，嘛你被賣紅，哦，嘛你被賣紅。画面當好很強係咩？看到好上癮哦，真係創下傳統山歌，你就感覺哎呦，哇，貼片冇窮用哈，貼片冇窮用，貼片披風啦，哎呀，真係聲音有獎，動感車，真係，動感車，係啊，感車嘛，感車自家，有認真練習哦，有，對啊，人妹妹同上得好啦，係冇？延續家嘅藝術嘅 DNA。誒，你講創是動搖嘅呢？
跟呢在舞台当中演戏的嗰種畫面。有啊，因為啲係戲劇學院的嘛。戲劇學院呢，所以唱出來就冇共用。哎，一樣的可能也就冇共用。所以你會有什麼夢想嗎？就跟人一樣環遊世界？會冇？我想要動多嘅錢，還沒想過呀？那你沒想過？你看容易買樂透，錢交喺房市。哦，對啊。哦，動多嘅錢，那有機會啊。每天買就有機會，你每天就花個100塊。你喺講應承下個嘅連衝。對啊。無論自家邊都懂厲害，係冇？要賺錢的方式有很多啦，哎呀。一項事情做到盡，你就厲害咧，係冇？但是有時候無欲則剛。哎，你反而覺得，哎，你不想要的時候，那錢就一直來。哦，你講唔孬，你講唔孬啊？你講這個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對不對？你有時候對，你都兩種境界了哦。就是有時候到這種境界了。你反而你不去想它，哎，它就來了。我們來這邊看，拜大神，有冇？阿彌陀佛。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要不然你就每天念那個。All money pay my home， 這樣。All money pay my，all money pay my home，all money back my home。哦，全部的錢都來。All money back my home，all money back my home，對，它就來了。哎呦，念着那個磁場宇宙能量，它就會因為全世界70幾億人口，對啊，你沒有去求他，他沒有聽到啊。哦，哎，你就每天就是對着天，All money pay my home，All money pay my home。你可能跟那個佛祖沒有糖唔錯哦。對啊，磁場效應就會去了。哦，真的哦。啊。但你就會不卡用音係嘛？對，搞不好有一些那種不同宇宙的人，他是聽英文的，他聽得懂，他不一定是聽那個大悲咒的。係啊，他是聽英文的。哎，All money pay my，哦，你要錢哦，我就給你。撒一點給你啊。按用本按。哦，可以來。試看看啦，搞不好有用。All money back my home。我哋唔是聽你沒完沒了。對，他啱啱吃寬啦，有吃寬咯，做得有吃寬咯。來，總體來講，阮先生公平哈。那位後生的4小節哈，我哋見面的機會當多了。祝東天長月，求年千年，我也得出去做兵。懂厲害。功力相當強嘅，只後生嘅成就。嘿。今日呢條羅山歌，幾條唱起來吼，全部當好啦。因為我哋一般嘅山歌係身懷意念落去唱，佢條山歌係古詩詞吼，當到時眼啦，係我哋平常時講話當少講嘅，但佢唯有當好嘅功力，才可以唱出來啊。除咗當好以外呢，唔忘喺感人感覺到，全都在為所吼，為加強為練習，冇對你心之嚟也為當有影響。你係燒，天嘅撩，第三嘅挑，第四嘅敲。你所有發音都講全部加咗一字音落嚟哈，一棍。哦。還把表那些哈。播出那些，你這個看呀。按平常時你老爺欣賞，因為你喜好人係過在身哈，你老爺欣賞，共同來談妥，看了時間到底按樣辦的發音，還是一點建議你，了到咬字一定會加強。好。好些。好。掌握提醒你辛苦，其他冇問題啦。唱腔容易，就冇問題，加油啊！醫館，唔知第一問題嘛？一喺線上有講過呀嘛嘅，一線上有講過，一做得按嚟唱。有冇？他關西按用唱。他關西按用。他關西啊，喺人本身嘅關西唱法。線上有感覺講，那你醫館安尼，較模糊一樣辦冇？冇呢？嚇？冇係啊？就是可能。基本先生談到嘅建議，就說的授課來上一下用版都已經了鋪。好。佢唱嘅類似唱人哋嘅戲曲嘅用啊，我安尼唱，
嘿呐，真是传统的山歌，迄无安样人的上啦。哦，你知道诗创章来，吼，人创章来，安样人是做得的，当简单的歌。老师迄样板人唱了闺中少妇不低头。吼，所以按走诗来做人，按说好嘞。哦，叫我不低头。不低头呐，我按样人出来，按样人吼，按所谓口分的，较戏曲的感觉啦。你真是抽烟嘅唱传统的山歌，你今日唔係講唱迷上，又唔係講唱戲曲，到第二個分數是會這樣向到。哦，本前後嘅建議，希望唔談落去啦，哈。好 ，OK。哦，你係較傳統的一種唱腔啦，同嘅好煙派較無相像一樣。啊，對 ，OK， 好，來，看下個分數啦。看下11場嘅分數。哎呦，這個分數沒有到很理想哦。對你來講，普通哦。OK 啦 ，OK 哈，92.5呢，做得留下來就好了。對，還有進步的空間呢。對，好，對啊，等一下你再去請教老師一下，好，分用版，做得減少也就問題，好嘛哈，謝謝安志生，好了，這邊讓我坐，好了，沙雷，黃梅鎮帶來羅山歌，來，等我啦。台灣客家，嘅山歌呐，喜悦了。我是愛在。爽哈，幾下拜。你唱得其實清好啦。對呀。笑口有時是笑口的問題啊。係啊。對，這比賽就會安尼啦，有時是就。實力差唔多。差唔多啊，就可能就會有點檢查，就會分數就會差一啲。全部都唱得挺好咧。全部都按唔唱。重點就按用。對呀，頭擺新年時節，我有乜個想法，有乜夢想啊？新年時節吼，因為盧卡情感苦啊，阿姨冇媽媽。哦。媽媽懂。單親家庭哦。我媽以前嗰時都冇媽媽嘅。是懂些時節就做冇錯。我弟弟長係三歲半吼，差唔多學啱嘅時間，當4、5歲。媽媽做題啊，也係團員。
我有讲，俺是我妈妈操给的。哦，从小就冇妈妈嘞。就爸爸带很多胎呀，阿公阿婆。阿婆。阿婆。因为爸爸爱做事啊，爸爸爱做嘅嘛嘅铁牛嘅嘛，对南埔做到北埔，北埔做到南埔嗰種鐵牛嗰種嘅嘛，絲田嘅嗰種嘅。啊，以前都阿婆帶啊。哦。係阿婆帶。這時間不懂快嘛？係哦。係啊，按隔代教養。唔會啊，我超乖呢。超乖啊！我乖到嗬，因為我嘅阿婆。乖到唔會照樣，知道嗎？唔係啦，因為我嘅阿婆嗬，她安尼嘛，就是安樣講佢鹽啊。哦，鹽臭。依家種喊講阿珍啊，三我冇一捉笑下伊。哦，係哦，入面做 Angie 啲啦，我做埋。對。嗰時我以前都跟冇膽。真是講佢冇膽。啱咪懂好啊，講真，有啲隔代教養嘅聲音會變快，係咪？唔會啦。跳板可能他唔會啦，係嘛？跳板聲音他彈。攏鬼怪啊，啲小姊妹攏鬼怪啊。我從細就動辛苦咧呢。哦，因為咩我聽，算係同阿婆聽書啊，突然之間落台安樣。錯㗎。因為做阿姊嘅。咩辛苦過來啦嚇，也做好好唱歌嘅嘿，快樂。教好老公啊，對好老。哎呀，衝入來咧，加衝人咧。難怪看嘢小頭。多了下人當獎，播用得懂。好，來，唱得，唱書風先生公平嚇。係。先生好。來自聯絡嘅嗬，你嘅講錄下嗬，每陣其實嗬，我知道你唱呢個山歌嘅技巧嗬。把到非常的好，但是啊，我想讓建議就係講，你唱山歌嗬，唱歌唔係講得罪人嘛嗬，等於表到當歌出當好聽，你沒有有啲嘅強弱嗬，所謂嘅強弱嗬，你哋抑揚頓挫，你彈起來我俾人知道講當鄉書啊，你嘅感覺嗬，尤其嘅屬於屬於聽一句各位乜嘅T 撇度，嚇你答咩？冇一度啊，嚇，還要再白動態。跟安尼各位開追時間，人個人嘅氣出會不足嘅時間，人個人出會，我冇可能我用呢幾個談到，就人個商人出會變到變態。個變態嗬，出會變到一首歌嘅一隻缺點。不然談到就唔係講動順嗬，就像你哋嘅TC 機嗬，韻腳唱好，藝術歌其實嗬，你個像你扮料菜嘅料，其實唔做得解雜嘅話嗬，趁腳落去料菜按樣去，彈起來就會動順，唔係講直接就料菜。你咪頭當千多嗬，故說我會建議講，你在唱歌嘅時間，再自家錄音，自家來彈，你彈比較我哋講嘅，應該想嗬多傾呢個美音嘅時間，莫再把人態，嘅想出變態，加油！好，謝謝安子生。好，來看一下人嘅分數。我看一下黃培正嘅分數。好嘞。40點分當高分呢，等下下來咯。哎呀，一分數見到緊張了。哎呀，天只會緊張咯。係咪好，什麼為真知？謝君怡哈。好，嚟，好，殺下來呢。殺來由天帶來三個字。好，嚟等緊啦嚇。
哥好。哎，天气好，哇，唱歌唱到是天摇地动，唱到天摇翻身啊！你有感覺到冇？唔知有感覺，家下要聽懂一下咚，要動一下，有啊，唱到跳好咧，跳下 T 筒，係啊，冇感覺到，冇感覺到，好對，冇感覺到，佢當認真唱歌，認真唱，亮下，動亮下，家下要搖亮，好對冇影響到咧，係冇？現在唱歌嘅眼神啲嘅歌嘅地方，用心啲唱啊！佢哋啊對佢嘅眼神當用心。哎呦，有乜嘅用乜嘅有乜嘅感觸本頓悟到？因為後生吼，安尼一家冇一家意見對嘛？較冇主見係嘛？較冇主見，唔好查。啊，以前係做主嘅人唔係唔就錯咧，不卡人。我有講以前讀書家上讀書啊，上講啊不卡苦就講安尼考較好個安尼。能力他唔好，考唔到，就想講伊半工半讀。阿媽就講唔會啦。嚇？又冇誒？意思就講細妹唔是突然讀書，所以做寫做好誒，做嘛我很辛苦，伊半工半讀。安尼就冇就錯冇一家意見，冇堅持下伊。迄個曉得堅持下伊，安尼就可能你下可能人生會冇空用啦。也某一天啦，這個某一天係家下尾可能咪堅持不了。啊，毋過安尼冇試過，你下就思想講應該七家一本七家幾啲可以試看咧。迄個是讀到大書，到某日嘅人生咧完全冇空用嘅套路咪有可能，有可能遐樣啦，有可能啦。古時候到了下幾，乜個事情都會自家做決定，想去做嘛就去做。事就是能夠改變。盡量，安尼莫講本人頭到啊樣。反正哎呀，也冇想很多個頭擺事情，反正也做得快樂啲啊，唱歌啊。平行世界可能有現出其他套路哦。主講上下天啊，唔可以變我心關度啦。係啦，冇 healthy 啦。對啊，人生冇肥頭路啦，只有向前行。所以單向人生嘛，是一條路。人生就人一出生就往死的方向走。但用講咩冇唔錯啦，吼，就會從個開頭走到終點那樣，一路行來。安尼就認真。快樂行下，一直錯嘅。就把握當下啦，把握當下，當下快快樂樂啊！對啦，唱歌咩？係咪？向陽。好啦，唱嚟唱高先生嚟公平下。先生好。聽演手指咁樣唱嘅三個字嗬。日頭嘅一個歌詞度哦，有幾隻嘅東西比較對人嚟講係不利嘅。哎呀。有。一下又冇想到。日出。入喪詩，啊人家嗰隻出詩咩，裝冇好睇嘅，哦，等多一等，同樣見咩入喪哦，等係犧牲，等，叫做等多日一天係按嚟唱，唔係冇按嚟唱咯，人家牛屎會冇咩錢哦，但頭機天機都唱以後啦，風采，做得哦。讓我唱嘅都冇乜問題，但是比較較麻煩就大家講，日出嗰隻出是唱無錢好，我加油。好，謝哦，哎呦，變哦，來唱，我真係來到舞台當，亮關啊！哎呦，他把順利嚟過關喎，嗬。係啊，根本就根本嘢係你係乜嘢？米김치啊，米김치吹了咧啦，係啊，吹到，係咩？暫時一屯我看嘢，那昂昂啊，了個進來比賽，跟來比賽時這個心情我係冇咁樣，係啊，好唔好？好，排車嚇，好，好，而家看下本書咯，看下牛婷嘅本書。上台唱歌吼，竟然係聽一秒，之前有比過冇？有啊，Tiki 咩 ？TC 秒，因人進步。對啊。明年應該係 Tiki 秒。明年的話，明年應該會第幾名？根據你自己推測。有自信。看一下牛婷嘅本書。
神奇抢登上你避免炸破壁。哎呀，恭喜避免第一关，恭喜神奇。三国音乐会，哎呦，今天又抢到那个竹动天春意啦哈！三国比赛儿童组的，儿童组的得奖的选手来到那节目表演不太个冇錯，有個後生啱細嘅小朋友吼，繼續從三國呢個客家文化上有辦法延續下去，傳承下去，一本來就會啊呢。等他好好的鼓勵兩條小朋友對，茶馬飛較多啲，茶馬飛較多啲啦，哦，一包嗰啲紅包本件嘛，可能啊，係嘛？係啊，紅包獎有問題啦，但係買關係，安尼冇安尼，冇安尼，佢三日就比賽嘛，啊，啲前團嘅比賽嘛，啊，今日來嚇，順勢就比下。我用慢比，慢用評分。前面叫做家長，家長係卡牌。2、4、6、8、10啥？10啥？誒，等下本期一隻牌啊你。繼續看馬上贏到，慢贏咧贏到就馬上贏了呀。哦，安尼冇公平啊！鼓手就一撒包一招就好了，他就按用哈。好啦，現在大家都好好唱歌啦。歡迎 TV 黃片真帶來三國志。好啦，唱歌啦。太太
王品珍，你又来啦！深夜生活是同期哈，虽然等一下个悠悠的嗓音，虽然唔係講哦十分有味道啊，但是懂定一下。萬歲啊！個小朋友從個有些個山歌變做童謠嗰種感覺。你知道我哋要鼓下來嗎？為什麼？我是鼓下來嗎？要蹲下來嗎？啊。要就全部蹲，我沒有辦法半蹲。真的嗎？問他狗得會做。我用深蹲。安尼做得嘛？做得嘛？安尼廣播唔做得嘛？可以哈。啊。唔會講法嘛？佢會，他會。會嘛？唔會唱歌應該要講法吧？唔要講法。按條個聲音很用，會不會有人嘛？唔係冇啊。冇啦，給客家客語他談唔是啦。哎。啊，你聽得懂客家話嗎？有些聽得懂，有些聽不懂。哦，那你聽得懂的比例大概有多少？聽不懂。有些聽得懂，有些聽不懂。但是你講華語，他聽不懂。啊。啊，我們站起來。對。還好我做一些健身。如果唔係苦馬語咩？唔係嘅馬怪腳呀，青蛙腿嘛。對，我青蛙腿啊。對啊，所以我沒辦法蹲下去。來。王品珍來個夾拜咧啊！夾拜啊！安尼要本要用客家話嚟介紹自己你做得用客家話介紹你自己嘛？用客家話介紹你自己。大家好，我係王品珍。王品珍，佢講會了嘅。講會了嘅啦。會了嘅啊。較早就講嘛，係啊，愛做團講會了，係嘛？好嘛？好嘛？愛講會了，他嘅燙係什麼？很需要啲時間嚟學嘛，對。誒，你有冇想過去唱比賽、唱歌嘅？喺邊度獎金嘛？聽不懂。聽不懂啊哈，你就講嘿就對了。好了。嘿，哦，冇啦，講笑啦。對啊，你為什麼想要去參加這個歌唱比賽？啊，糟糕，華語他也聽不懂。你為什麼想要參加歌唱比賽啊？哈，因為我你們怎麼每次都問？我就為了爸爸的氪金啊，是不是？爸爸就說要給你氪金了，對不對？對。對。對。因為講給他拜了，金錢的收益給他記嘛，係嘛？也穩記的呀，不然發喺阿婆。所以佢要不比賽得到第多名？你第幾名啊？這次比賽？3啊，第3名啊。第3名。那今年呢？今年。最近的這一次第幾名？第3名。第3名啊！啊，你獎金拿了多少錢？不太清楚。不太清楚。哦。錢就是直接給爸爸了，這樣是不是？他就是紅包給媽媽。給媽媽。媽媽紅包直接收走了啦。啊，媽媽有幫你去收起來，存銀行，還是去轉投資買基金，還是花掉了？媽媽會幫我存錢，有些錢可以買文具和書。哎呦，對，存起來哈，存起來以後都可以運用到。讀書也要錢，對不對？對，好，很棒了，很棒，去參加天川日啊！下次來，我們學一點客家話，好不好？對，可以，好嘛，哎呀，也可以，現在慢慢開始學，學下一次來，我們就用客家話來交談，可以嗎？可以啊，你自己說的。你說的哈，你不要騙我，你不能唬爛我。你聽得懂阿貝說什麼？聽得懂嗎？對，好了，剛剛有講到，就是說小孩子我們要給他鼓勵嘛，對，包紅包，我們說到做到。羅哥真男人。沒有，雖然他們來已經有這個車馬服配，我覺得這個對他們來講。羅阿寶包咗紅包本呢。小紅包，是吧？鼓勵呢，哈。我把我的私房錢啊，對啊，偷偷的拿出來包給你，對啊，鼓勵你。你先看一下，先幫你，點樣講下嚟啊？條可以哈，點樣有錢？說不定被騙。馬頭可以哈，有錢，有啦，真的有。小意思，一個小小的鼓勵哈，希望你為我們這個客家哈，那繼續傳承下去，因為小孩子願意唱客家的傳統歌是非常棒的。
嘿，好吧？好不好？继续加油哈！加油加油哈！这个回去压在枕頭底下哈，会让你的山歌歌詞都不會忘記。对对，好不好？对，会让你比较好睡觉。好了，谢谢你，谢谢，好了，多休息，安靜，好，謝謝。等一下，好嚟，沙下嚟哈。沙嚟聽一樣嘅羅一凱帶來3個字。好嚟，彈過啦。係咪？羅寶人家唱歌一太白嘅，有啊，上過當亮啊，係嘛？唐係什麼？唐不是一條啊，就。所以，但是聲音很衝，客家歌都厲害啦。之前有來過啊，有來過。同家阿哥嘛，係嘛？泰國羅斯人嘛，係嘛？羅斯人喺亞泰國哈。哦，亞國羅斯人啊。係啊。就唱過那個用這個宣傳那個人啊。這個啊。哎呦，有傳神到記哦。有哦。所以你阿公教出來的嘛。係。係啊，厲害啊！阿公係咪？教育有方。教育有方。你先用客家話同人哋觀眾朋友問候一下啦。大家好，我係羅宇凱。羅宇凱啊，羅宇凱啦，係啦嚇。啊，因為我想唱歌係因為看到哥哥唔會唱，俺就想講啊，我咪聽到啲病啊。病過哥哥係嘛？係啊。哦，所以你要同哥哥唱下啲比賽歌嘛？
唐文熙。啊，你有跟哥哥一起去比赛过吗？没有一起同一个比赛。同家哥应该差东多，跟颜色差东多，还有一个二哥啦，二哥有跟阿姨比过吗？有哈。哎呦，唔错客家歌迄，当然迄 V 度看到哥哥安厉害。哎呀，阿公逼你的。你阿公有变？没有，阿公没有逼你啊，你就完全是出自于自己的。讲好下去，冇好来就从修下去，冇吼，自家想会好。就是看到就是有点想学，有点想学，就觉得好有趣哦。看到大家上舞台这样唱歌，看到哥哥安用冲狗安用，一冲懂精彩这种感觉。所以也是从小就有表演欲，耳濡目染，应该也有。然后去参加比赛，还有奖金可以拿。系嘛，动好双腿冲狗吼，今年喺天一苗，之前有比过冇？有啊，天几苗？天一苗。嘛，天一苗。今年天一苗。今年天一苗。哈。今年的呀，今年的呀，去年有比嘛？去年 T4苗，T4苗，有进步，哎，对啊，对啊，明年应该係第幾名？啊，明年的话，明年應該會第幾名？根據你自己推測。有痴心，因為第一名的就沒有辦法再比了嘛，要隔2年以後，所以明年就他的天下了。加油加油啊！哎呀，所以小孩子真的願意學我們這個傳統的客家山歌，真的是非常的這個很棒的一件事情。這繼續努力下去，好嗎？好，來，我還是一樣要鼓勵你一下哈。對，啊，我給他。第3名咧，又買那本色冇，冇一本色啦。還是要鼓勵一下哈。哎，兩個風暴鼓勵哈，繼續好學下去哈。好，希望你為客家這個一直傳承下去，好，好不好？好，謝謝你，謝謝。好了，真係非常好，好了，啊，都不用輕鬆呢。看這個樣子，在學校應該都是會。都蠻皮嘅。哎，好了，殺嚟。殺嚟係天命嘅父兄同帶來老山歌。好嚟，等我啦。
富有难怪第一名。嘿，还有个葱都按好。哎，给他技巧较好吼，系冇吼。这个呢，原上那种玉米，系冇。品质哈。嘿，你知道你第一名系唔系应该嘅？嗯，对。哎对。哎呦对。有自信了，来，麦克风拿起来啊！先同太子甲问候呀，嘿。太家好，我是副总统。啊？太家好，我是副总统。副总统。哦。嘿。副总统。副总统啊，我屯基毛总统。嘿。啊，副总毛总统。嗯。啊？他 get 不到。副总。你从那边来？你有没有带经验？星座。星座哦，星座还做得啦，不会做得，星座冇意见呐，系咪？跟那叫开始好客家歌诶。一开始用风琴阿婆教我唱山歌，后来读到乜嘢？遇到那个廖秋玲先生。哦，廖秋玲先生，哎，廖秋玲先生。这个很多的这个是年后上的那个新一批的给董有心那个廖秋玲先生，难怪就是可以这样越来越厉害，然后去参加比赛。你参加过竹东跟那田传义比一斗拜，比过几次了？2次。2拜。近一点嘿。2次。2拜哦，第一拜还哪2次？第一次没有得名。哦，第一拜没得名。没有得名的原因是什么？那时候感冒。哦，感冒。哦，就很多歌手就是惯用语这样。对啊。哎，我今天有点有痛痛。唱得不好，不好意思，因为我感冒。哦，还讲头名就哎，应该的，阿婆就唱得好。叫我英语来，应该的，嘿啊。阿婆土定的。所以你好唱山歌就会因为阿婆好唱，所以你就填的阿婆一号干的。没有，一开始是阿婆给我看那个黄品珍的影片，然后我就想说学看。哦，先激发他们竞争心。对，好。哎呦，那很棒啊，很棒啊！哎呀，董赞啊，嘿。继续，那你现在第1名了，你明年就不能参加了，对不对？对。对。然后就要等后年再参加。继续练习啦，喊他进步啊。你还会想参加吗？会啊！来，好。有这种劲又做得上天师啊，对啊，那我今天还是要鼓励你一下。对啊，我跟那个吉娜一起的心意啦，哈。没有，我只有负责拿红包袋，跟名跟挨下。对。钱给罗哥宝，哦，给你一点小鼓励，谢谢，好不好？啊，继续为我们客家这个传统歌谣继续的这个传承下去，好不好？谢谢哈。哎，你前做的留的啊，下一摆哈。下摆有机会吼，以后吼同客家发扬嘅文化哦，提到青台舞台当中的事情，张总同佢发。你看他们拿到红包都会笑了，你知道吗？对啊。刚刚拍照的时候脸臭的跟什么？冇，佢哋咧，佢俩放滿就硬坤，又喺紅包呢，硬坤。沒有啦，開玩笑。哎，加油，繼續加油哈！等一下，我看一下那個。你還買相片？個相片咧，乜嘅？你還你畫圖嘅哦？對。你還水彩畫嘛？呀嘛？沒有，是油畫。油畫。哇，你厲害！你蠻厲害。厲害。懂腔呢。哇，哎，這個你可以把它拍成，就是那個自己把它記錄下來，影片記錄下來，然後。你的畫圖的過程，做得拍下來做樣片，也有。有嘛？做得不用那名錄當紅。懂你，很多人有這樣子的做法啊，就是他把他的藝術的一些。這個作品作畫的過程把它拍起來，呈現出來，好吧，加油！你可能會比那個羅貝貝還紅。哦，對，你這個是全世界人都會看的，我這個只是台灣地區，台灣跟我們這個國家會看。對啊，因為藝術無國界，好不好？繼續加油哈！好，馬土蘭有衝狗都加油哈！好，謝謝，來做休息哈。哎呦，這個。你懂腔呢？對，你畫得懂好呢？對，懂好。哎呀，安色天天就畫到很好，前途不可限量。今日看到新年的朋友哈，安尼味道安尼客家傳承。佢哋有冇感謝羅哥呢？同樣對小朋友鼓勵呢？啊，沒，應該。你喺度紅包可能就成為佢哋嘅慎重嘅通力啦。希望這個小小的一點鼓勵哈，讓你們可以更加的這個好有動力去發揚我們客家歌曲，好不好？好。羅一奎冇歡喜哈，不高興啊，下一個。
等一下。好，哎，相信也看到的新的朋友啊，他个对安尼创安尼传统的山歌，尤其啊，不管传统的流行的啦，吼，对安尼客家歌曲应该要行下有个呢兴趣，行下有热情。好，希望大家好唱歌的朋友积极落报名。积极打电话落去096667让流浪灯台即个打电话。好，今日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的收看。嘿，阿没多谢耶。田春义同组的前3名，继续加油，王平生，罗英伟还有吴永彤，继续加油。多谢，谢谢。是孟小康老师还有孟翠欣上，安子生辛苦嘞，安子生。谢谢老师们，谢谢。是孟天聪和郭正义辛苦嘞，安子生。哎呀，好，下礼拜哈，大家忘唔記得，一天呢正式是嗰樣呢，農業道理佢，農業共下來，拜拜。